Sam 你好，各位僱主留意，簽外傭合約 ID 407有5大條款最易中招，一唔小心就會違法。今日我哋逐一剖析。第一條，住宿同私隱。合約規定僱主必須提供合適嘅住宿同足夠嘅私隱。好多僱主以為叫姐姐瞓客廳或者走廊就得，但其實咁樣係違法㗎。如果被發現冇提供合理私人空間，勞工處係會拒絕你嘅簽證申請，甚至被控告。記住，即使屋企細，都一定要有固定、有遮掩嘅床位，唔可以隨便安排。第二條，免費醫療。條文寫明僱主必須承擔姐姐在港期間嘅所有醫療開支，無論係咪工傷，包括門診、住院，甚至牙醫急診，僱主都係冇得慳。所以買一份全面嘅外傭保險係非常之重要。如果你冇買保險，一旦姐姐要做大手術，啲醫藥費隨時貴過你出1年糧，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第三條，休息日。每7日要有1日唔少於24小時嘅連續休息，而且僱主唔可以強迫姐姐工作。有啲僱主話，我俾多日錢佢，叫佢嗰日幫手執下屋，對唔住，即使姐姐同意，只要佢有做嘢，你就係犯法。勞工法例規定，買假係刑事，最高可罰款5萬元。一定要俾足24小時佢去休息。第四條，終止通知。無論係你定係姐姐想斷約，都一定要有1個月書面通知，或者俾1個月代通知金。好多人問，如果姐姐突然即日要走呢？答案係，你要即時計清代通知金同遣返費俾佢。2025年新法定工資係5100元，代通知金就係跟返呢個數，1毫子都唔可以少計價。最後一條，遣返責任。無論姐姐係完約定係斷約，僱主都要負責送佢返原居地。唔單止要買機票，仲要俾每日100蚊嘅膳食同交通津貼。千祈唔好以為俾張飛就算，條數要計清。如果你唔俾呢筆錢，一旦姐姐向勞工處投訴，你可能會被入境處列入黑名單，以後都冇得請外傭。今日講咗呢5點，Sam 同各位僱主一定要記住。想了解更多或者下載合約清單，即刻點擊下方連結。GA 專業家園幫你處理繁瑣手續，想搵好幫手，搵我哋啦！記得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。